再來做客萬年來了，今日來錯了的一位來賓呢，我相信幾多觀眾朋友對伊如果熟悉，不過今日呢，伊要用幾多特別的物品來同我來講伊的故事哦。伊係音樂人，咩係詩人，咩係畫家，羅仕雍先生，歡迎。哎喲，今日佢歡喜哦，因為雖然我哋見到幾多擺，吼，阿爸也會打嘴鼓，不過今日我哋又會聽到幾無同樣的故事，我。幾多可能以前都冇聽過嘅吼，有樣就一擺幾批當多嘅故事，係一種嚟咳嗽。分享誒，阿妹家女亞的故事可能也可以比較上述的出，回溯的出，為什麼羅仕雍先生會長成那麼特別的樣子？哦，剛才都講人的處理本人的地方，希望仕雍先生帶有充有音樂物品，會帶嘛給你哈？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人很奇怪啊，有怪，你看吶。皮給錄帶啊，也個，你知道哪嘞？我真的唔知咧，也錄係唔知錯嘛個啊，啊看起來很有歷史哦。哦嘿，因為佢媽講佢嗰幾百年哦。哈，阿舅，嘿，我爸爸啲阿公嘅嘅時代留下來嘅。哦，誰來用嘅哦？哦，那就不是我們這點解也在錄？哎，嘿，沒面膜有冇？講嘅面膜沒有？也可以啊。哎呀，嘅做乜用嘅？其實也係表達我不較清楚嘅啦。吼，剛後面呢，我就看到也見，我就問爸爸講，爸爸也係做乜嘅？因為吼，你看唱也夾個書嘅吼，應該做，應該做係較唱嘅散美，吼，童謠嘅那個係喜怒記啊散美，嗰呢也一節，注意看其實。係煮嘅模哦，係煮嘅模，加也呢係我爸爸老阿公，因為伊做呢我本人建模，輕貴啊，所以呢佢兩隻呀，煮嘅互相剪條那模，剪脫以後呢就安尼，哇，第一次安尼有一個。鐵皮剪條冇用嘅，啊，因留嫩哦，因為阿公呢，佢媽會做木箱，會矽個嘅嘢嘅，咁唔通會揾套鐵皮嘅東西，貼在係嗰個，也係對你嘅意義，因為這個就沒有到你了啊，爸爸冇囤剪條冇啦，唔過我要讓我爸爸剪模，係哦，我要讓我爸爸剪模，要用一隻。係老幾拍條南模安尼，咁唔感覺也對你嘅意義係嘛？我想其實人講嘅土地就係產出人類、產出文化、產出甚至家族嘅血緣血脈，透過安尼個血緣嘅管理，甚至生命嘅故事嘅一種傳承，還是都亞馬係文化多方輕寶貴嘅東西，所以呢，對我來講，一項東西佢唔單止一項東西聽聽咧，幾種生命嘅感情，佢做得安尼傳下來，我也要老爸爸接送老二剪條南模，老媽媽剪條南模，讓我先生剪條南模，有人就會講啊。是用我穿牙籤冇人改哦，我講唔係穿錢嘅問題，我也唔係穿牙嘅吼。不過呢，就會講，這種生發生命多方嘅安尼嘅一種瓦解嘛，這種嘅一種關聯哈，我知道係非常美好嘅。係，我哋一般我講可能親人之間嘅感情也算傳承，然後講到國泰啊，如果想到國泰嘅東西，唔過可能一種你上生發咧，係個重要嘅人同人之間嘅幾種連結，係個我講我仕雍先生同爸爸嘅感情，你就問匹配嗬，因為聽起來我感覺唔能嗰錢呢，不過一般會。
像安尼盧卡就唔安尼，一般我感覺客家的爸爸可能同是念吼，講嚴肅啊，嘿，不過唔同爸爸嗰種唔咩安尼吼。迄啦，因為我爸爸佢作為咧詩人吼，會叫家嘅浪漫嘅素材啊，吼，甲對我哋嚟講。每位咧長途係一種開放嘛，吼，無論係家嘅思想啊，也係講家嘅生活嘅內容也都，吼，當然佢也有佢清傳統嘅，清傳統嘅部分啦，吼，做邊那個當道嘅家務啊。也係講親戚朋友嘅那個關係啊，全部都係媽媽做嘅打理，咁爸爸呢就係負責浪漫上班啊，甚至呢佢平常做啲釣魚嘅啊呢，也係天空，看如果帶按貼喺啲東西，咁人哋來看天空，對使用先生來講，佢重要嘅也個不能用抽的，也感覺。這個是也係一本書哈，哇，這個我可以用手翻嗎？感覺係啦，其實要戴手套，感覺是博物館出來嘅。哇，也係把個書，也係阿公啊，嗬留下來嘅，因為阿公親筆畫嘅，咁阿公呢，佢就去學做人哋嘅風水啦、祈福嘅啦，也係講老年啊，嗬解決生活多方嘅事情，就像而家哋嘅客家人講嘅上工嘛，古時也係以自家話，人哋見下古時也都係催生圖，安台，以好嘅阿姨來畫，人哋嘅普教啊嚟，咁唔係個時間點，也個數嘅咯，唔完全唔離，我完全唔離。嘿，也係我爸爸啊，包面上舊本嚟，嗬，係上看到，哇，幾件咗啊！唔講，也從嚟煮到安尼，嗬，當洋蔥嘅，嗬，哎呀，非常洋蔥嘅，嘿，你有看到嘛個貼牌的催生，就真的是，很質樸的嗰種髮架嘅感覺咧。哦，係，假使睇下迄啲紅通嘅髮，唔講，哇！哦，紅通基本上當然好多花我都當機啦，係啊，買係夾嘅花度講，買花青度啊那個，像葡萄樣嘅，我假使你看你會畫圖哈，你看嚇死爸爸會嚇死，畫圖你看阿公阿會畫。你總會都有傳承到咧，因為咧傳人如接到咧安認真哦，怎麼那麼可愛？以前的虎膏，你看，好可愛哦，係啊，這看起來唔會定形樣咧，唔係認真咧，唔過佢啊，係除煞嘅，係驅邪。下戲啊，對嘛嘅，係啊。咁你同阿公係你對伊嘅印象還有幾多？我冇看過阿公，冇看過阿公。係，嗰時候你對阿公嘅了解，如係對爸爸最多講出來。錯，係，基本講佢做人嘅爸爸係樣嘅安尼嘅相處嘅情況，嗬，甚至呢就講阿公嘅青島嘅故事，係，老人養過啦，嗬，哇，基本看嘅頭拿學，有隻頭拿學當家，其實抵得13年，應該係當真當嘅。我睇到安貼牌嘅故事啊！好，今日看啲三項使用時尚帶來嘅重要物品，可能係乜嘅？一種鑽石鹿角，為什麼會特別帶這張？因為有亞種啊，亞種鹿角嗬，就講這樣子，因為我嘅家族啲設計師來推主，都係17師，甚至係畢業嗬，所以我哋鹿角到台灣就200年咧。咁嗰時候我就印象啊，以前講，到底喺度客家人，鹿角到台灣以後，要生出乜嘅一種文化嘅內涵，
韓國以上，迄老一條客家，老台灣一啲土地，也係講老一條嘅生命有關聯嘅。故所也種專心呢，我去個做嘅計劃創作加杜康嘅內容，就係客家安尼嘅安尼嘅內容，加其中一數人都唐詩，唐詩呢也係我爸爸嘅故事，佢樣是已經30幾歲，講阿公阿婆全部過身咧。咁今日咧，佢做啲苗栗咧面的水庫做個雕木咧，當奇怪，今日咧一米就雕木，臨安咧愛樹雕邊咧愛做咧，因為佢雕我家起到嘅水岸嘅防水哇，個水就湧起來，我就看到2米銅色，他就啲銅色咧條太太，又有暗暗嘛，又2條扶絲木竹又太太，木竹葉太太，就唱安尼個嚴簡來嘅安尼個，我爸爸看到出鏡啊，不過呢，突然之間呢，佢就想到講，既然係陰間的使者，陰間的使者來到也就比，剛係咪買咗啲來滿也同食？我爸老神王佢好冇，我妹斬腳麼佢好冇，哇！特別係看到人嚟做當感通，就知道講，呢啲人本身係當出鏡嘅，唔過呢，反過來，想到自家嘅嘢，佢種一剎那之間，一轉眼之間，哇！人類嘅嗰種連接嘅，每次都係陰陽兩隻世界，生老死，透過安尼嘅一種思念，當中連接都起來，可能就係等按那個一種秘密的時刻吧，這種秘密的時刻呢，可能我帶本下頭夢想樣的一種感染，也係講一種感通，也係講對世界夢想樣的看法。也係幾好嘅故事，就係講對看到有形的東西，每天看到無感。對有形的創作無形的東西，也都係音樂、詩、韓國藝術嚟做嘅，都係唔係做嘅事情咧，係個好嘅連結。咁到下一夜堂咧，我哋係強用用實用先生帶來嘅物品來繼續講好聽嘅故事，真係成沙茶。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咧，雖然一定係客家人關心自家嘅文化，唔過呢，台灣島所有相關咧，我知道佢對我來講，嘛係一種養分。現在做特賣人來了，今日就錯了嘅係音樂人、詩人、畫家羅時雍先生。頭多呢，聽時雍先生講故事，就會感覺講。我聽到過日文咯，其實唔係提白，人哋頭多無聊嘅時間，人哋會同時雍先生講，也都會同詩人講話嘅感覺，所以這些東西都可以延伸到宇宙萬物也係其他呢，人哋愛來分享嘅，也係都個貼片咧，一般看到都係普通嘅石頭吧，不過也係有同詩雍先生冇強嘅聯想，也係起碼嘅。唔過我講一般又冇按一般哦，因為它有切割的痕跡，也嘅東西係哪來嘅？呀，其實現在有半年的時間帶到嘅新店嘅灣潭，咁因為呢，人講嘅所有嘅文明啊，老河壩就釀嘅強下，因為愛水嘛，所以呢，我帶到也新店牌。
嘅旁述，也漫談吼。剛我哋接上咗個老生意咧，我哋歸家去探險，去散步啊，也係講，比如講，做水彩，做水彩家哈，也係講風采過後啊，嘅河巴筍啊，做青島東西好釀，咁也呢很多食醋，因為講尖頭啦，好像尖頭啊，錯，也呢也按那個，佢做開用一支竹嘅，也係樹嘅，然後佢立嘅，加佢做也尖，所以佢做咗啲種啊、脆呀，也係講去切嘅呀，所以也按那個食醋，甚至我先生嘅阿哥係念到一隻師傅。係用樹刻定嘅，嘅斧頭。有個一般路念到，如果講個現嘅嗰鐵片啊，又算食神嗰鐵片啊，如果鐵念起來，唔過連上到要嗰毛咁樣嘅事情咧。講真啊，一定要台灣，台灣一粒島啊，600萬年嘅歷史啦，因為個板塊。係減來減去，前後過呢，台灣島減出一隻島，差唔多600萬年左右嘛。剛開始都雖然就客家人，也係族群嘅一隻部分，不過呢就講底下台灣也係列島國，加甘肅都講就講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咧。雖然就係客家人關心自家嘅文化，不過呢，台灣島所有相關呢，我知道佢對我來講嘛係一種養分。嗰種我念到也係那個食醋加青條，用白講就講，因為個開打格蘭醋，加佢也就佢用食醋係帶到也新店牌福泉，淡水河新店牌，加嗰種我可能看到安尼嘅東西，在甘肅度講我係也係人類嘅一部分。雖然講嘅人類當道嘅語言唔相同，可能也冇辦法完全嘅溝通。不過呢，人類嘅安尼嘅歷史文明呢，安尼嘅精彩發展，也其實所有嘅族群。所有嘅人類最重要，所以呢，我想佢對我嘅一種啟發，一種啟示，就講幾種面向啊，行開到係屬於壓力到，甚至人類關聯嘅一切。還有另外一個春遊小物，係老師帶嚟書房嘅，錯冇？錯，幾金子嘅來歷係嘛？一金子係我媽媽佢送過嚟嘅。媽媽因為佢從細就看到媽媽，其實佢反正當上鏡，不過呢，因為佢自家會做事。所以呢，也會做散步喺度做，不過就講佢像佢有乜個條路佢就去做，天子工廠佢也做，也係嗰種紡織廠，也係木卡嘅乜嘅加工廠安尼嘅全部佢就也係去挖鵝卵橋啊乜嘅也係叫螃線啊，打螃線也得。佢做過青島嘅條路，嗰方面呢，佢前後一隻條路係啲送辣嘅劉媽媽菜包，可能後18年應該啲嘅一件啦，嗬。因為我媽媽佢上嘅當獎，比人家獎，嗰個呢佢夾嘅酸澀。當腔夾心酸，因為辦的啊，比如講菜頭辦一隻25克，各種嘅加斯蒙狗肉，佢其實生出來一種嘢哦，佢嗰時話他家就撈到幾閪條媽媽，跟我媽媽就知道個，係一點嘅門面樣嘅所以呢佢老起家。
也係大理都當獎安尼嚇，所以呢，佢用是叫做買青島嘅衫，甚至呢，嘅金絲啦，戴拍鏈呀，對哇，嘛個咧叫做咩對自家嘅愛戴話，我較用心嘛。咁唔對媽媽這片看到嘅紫米媽媽嘅用誒，都唔自家。係，啲茶片係嘛嘅。哦，我即擺我收到安泰上吼，因為哦，講真啦，我自家係真喜歡簡單樸素啦。哦，咁唔過呢，看到媽媽安尼，佢也唔係當高分的嗰種獎，吼，唔過就係老自家大理都安尼強強麗麗，我自家就會收講，哦。媽媽比我行家時髦，比我行家對自家哦，所謂伊個什麼人哦，幾種獎哦去表達出來哦。剛開始都也係真難得的，因為呢，一條客家嘅婦人家，太體上大部分就係唔係五色就係藍色。吼，伊做誒太金山嘛，也係講平常，因為要做青島誒頭路呢，所以呢，就係按耐學做安尼誒。唔過呢，我看到我嘅媽媽呢，佢誒，我自家大理都相當誒安尼嘅，吼，係幾種獎，吼，啊，古上愛上，對我來講，也係帶出一種客家新的一種心呢。一種，尤其對其他單位嘅時代嘅人來講，古說媽媽嘅形象對人來講係算個性呢，對一般傳統嘅婦女係冇同樣嘅，係冇同樣嘅。哦，咁當然自家做媽媽嘅時節，唔會有幾種因為我唔係媽媽啦，嗬，古說我會想講，伊啲什麼人行業婚姻有個新人咧。我有幾種掙扎嘅時間嘛，如係愛，比如講愛想要實現嘅東西，同愛有家庭咧，我有一種做媽媽嗰排我有一個掙扎矛盾嘅時期。當然基本上啦，因為啊吼，客家嘅先就係所有的一切，就像大地之母一樣嘅，做犧牲自家，乜嘅做本細人嘅啦，本老人家啦，本老公啦，吼，自家咧親手親手。不過呢，我知道我媽媽嘅分寸呢一種拿捏，吼，我知道，嘿，我有感受到講，佢有享受自家作為伊個什麼人，吼，每一個長途誒，幾難得呢，嘿，比講講佢因為佢自家賺錢啦，所以佢自家按樣辦法錢，也重點，也重點，係經濟能力係重點，嘿。不過對於這個時代來講，其實也算一種新女性的呢，吼。因為一般都係家庭主婦天天嘛。嘿，經濟獨立的，如有可能自家掙錢獨立出來。學家都漢語團呢，使用時陣帶大家去到，對於來講有特別意義的素材，等下人哋都啲很難嘅，等下個多咗啦。美術歌誒，也美術史，每一隻作品，其實像一粒鹽一樣誒，也係乜個鹽，佢會上到佢自家樣相。也係碧潭的新店碧潭的對岸，很多灣潭的所在，也係就係我依做2-3年前，帶到也係素材，可以講一個素材呢，對我來講係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個素材，樣板講，因為我這樣是正月講出以後呢。加我嘅產後憂鬱症非常嚴重，後面呢就來我先生嘅阿哥嘅屋卡，吹下血，後面呢就感覺講人非常嘅鬆散，加後面當醫院呢都好也健復嘅，控出來，
看報名我就讓我欣賞也得，還有我看人就聽書，然後也聽，草誒拍草，甚至呢還也一曲嘅寫五堂，嗰時這樣是我們也幾張講出來，家下就係從安尼個大自然的環境生長。去個馬路誒，變得廢墟誒，咁個樣是親感直接的感受，就講腳踏實地，頂天立地，安尼，頭那一望去了就看到天，又踏到土地，所以呢，本來自家個安尼個枕頭，天天呢就係。透過安尼個路通，因為個樣子我哋學個學啊，種菜、種水果、種花安尼，嘿。咁故說我報名呢就冇需要個，也那個完全好誒，憂鬱症完全好誒。咁故說也在蔬菜、也土地啊，甚至呢大自然，可以講係建立我後續人生人生的一個輕鬆嘅素材。過呀，那個好多紅蘿花，佢青好種，所以呢我想準備帶進來一下帶木卡嘅流動來種起來。我想也世界唔單止係有人，也世界萬物呢，就係啲也那個土地生長出來嘅文化嘛，同樣所有嘅一切就係土地去生養一樣的。咁故說我想心存一種感謝，我想也係人類對啊地球輕鬆嘅一件事情。現在做客慢人來了，頭都使用線上帶大家去到也個地方，看到一件桑草大路邊個房誒，都係也個廚子呢，更加就容易睇個帶嘅。不過頭都樣片地杯，老師有講到講，其實我辦到幾片戲，其實是你本來有遇到。你看我是因為人家是有讀到產後憂鬱症，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困境。唔過如喺拄好，有一個機會去到大自然就會過好嘅療癒嘅方式吼。美國去移民也有看到報道講，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可能對使用線上有印象，都係體擺出轉寫都得金曲獎嘛，新人家下其實。一般人會講新人和20幾歲，可是其實你的創作的開始蠻晚的。我有看到報道講，也一段係睇晚堂的時期，其實係後來嘅創作，佢重要一段時期。因為有樣人講嘅土地生出一首歌嘅，生出一隻作品，生出一個人，生出萬物，生出文化。也係有樣，我係帶到也晚談也半年來，沉沉的感受。第一晚談嘅道理，我就係感受到個，也世界啊，唔係種嘅單獨自家，也唔係種嘅有客家人，也唔係種嘅有西馬人。你係做為咧，又係西馬人，又係阿美，又係馬嘅，又係客家人，又係台灣人，也係大自然，一個人類，所以這樣子就感受到哦，人類係大自然的其中一部分。無論乜個皮膚，無論講的阿美花係乜嘅，無論啲奈來，呀，地球就係很密切，大家共同生存的一個素材，甚至呢，來報名認真唱歌的。落腳到青島的素材，也係講外國。去到一隻素材，我就挺喜歡大插腳唱歌的。好，這種大插腳
創古就唔就識到個真正的係落腳，所以呢嚟講，一落腳土地上來，一回頭山水米燒啊，一落腳土地的溫度啊，唔做得突出來感覺感受，一回頭山水米燒啊，唔到就對呀，那個大自然。哦，對呀，蔬菜有一種向往，有一種想了解、想挖掘的這種心情噶哈。你就會發現，哦，一天地方個當槍有回音，就是對米燒樣誒。你對大自然這種個詞沒感受，人都係個短時期，唔係完事。咩？我完事噶，因為啊，吼，我屋卡就冇田咧，嗰種我屋卡冇工種，大自然其實連結嘛。係，雖然旁順全部都有賣啦，乜嘅菜園啊、水果乜嘅嗬，係當天然嘅一種景象啊。唔過呢，就講冇真正嘅參與。多像度客家人聽到嘅就係有種田啊、種菜啊，安尼個食法都有。嗰陣都係嗰種過痛苦嘅產後憂鬱症，但與許多後來給你很多養分，大自然所以我等我講，18年其實我青苔嘅得到嘅一個就係。我尋到什麼樣的土地？咁唔捌土，咩幾時期開始啊？係可以講係安尼，係下作捌土，甚至呢幾樣時代都上下，隨時唱歌會跳舞，冇你話唔係西有睇唱歌會跳舞哈？跳舞冇啦，不過唱歌嘅係意思就係高飛啦，也係合唱團嘅。嗰種細細時節就會唱歌嘅，因為我家婆我姨唱我舅妹全部唱客家台戲嘅。我唱過迄咩阿舅還有一個戲人劇團，唔係是就係我喜歡。係啊，喜歡啊，佢有故事啊，有彈嘅啊，就哇，捌獎捌當獎啊咧，嗰種嘅咩有耳濡目染，所以你做國術以前，睇做乜嘅題目啊？對啊，咩都嗌冇，佢做冇問過。嗌係中文呢，嗰種嗌係啲報社啲出版社，也係雜誌社。做主編，做編輯邊的，我說你也是走歪路嘅嗰種，我會點過去寫歌嘅喏。其實就講，就像我講阿公哦，佢做斜槓，佢因為希望嘅，又會係做三公。那斜槓的基因，爸爸喺10年又會釣魚嘅，釣魚冠軍嚟咧，他爹基因，嗰種我都知道，當槍這種也是個，其實每3年最有安尼個代啦，就係一隻創作者，就係看自家樣板，係係沒有本自家以安尼個才能，以表達出來。就像伊哦，蠻重要啊。就係他把人就會會好奇，就係嘅。不過我講我係咩創作者，可能用身體創作啦。不過我講我唔能咧創作，係真的從零開始，演咩從零啊，原來有劇本，有拖延。不過我係從零開始。不過我對這種創作跟能量係怎麼爆發的，我都會。很好奇，你去個底下，給那個爆發是為什麼？像清楚也做一個人拍到自家的土地，你講也個什麼樣就係土地，就係大地。所以呢，那邊乜個人，種乜個全部都做的。我說真嘅係個大自然本來的東西，那個創作能量係大自然本來的。所以我不卡，我無論係依做帶啲碗壇200人件、200-300件嘅安尼個素材，甚至一下帶到500-600安尼個工藝，
不過呢，我做係種青島的花草，每種花草加個形貌，加個色模，佢生長的需要的條件，有的要濕較多水，有的要水要較少，所以日本係親切嘅一種啟發，就講美術高嘅也美術史，每一個作品，其實像一粒鹽樣嘅，也係乜個鹽，佢會上到其實係影響。因為一般喺主持的時節，實用欣賞去創國的，如係正規會欣賞嘅新書發表嘅擺。創國的，我有感覺，我有聞到，兩人的弗拉門戈，好像可以用你的歌來跳舞。所以覺得那個是很接近土地的事情。感覺過奇妙。加到下一集團呢，最美嘅集團啊，然後叫下來是好食的，愛過好奇吼。假使我我實用欣賞對有充有音樂料理，我係嘛嘅，我來等下錄第一。好，先生阿茶。我也冇想到講，我年過40以後，係透過音樂創作去分享，去老爺師嘅對。一隻因研究以前都點下啲。嘿，阿寶牙喺研究以後，現在做客慢言來了，今日呢有請到的係一個音樂家、詩人、韓國畫家羅實用先生。一個集團呢，我哋我看下來是好食的吼，我哋就看處理問問呢，看他是對實用老師有特別意義嘅料理係乜嘅？哦，也係煎卵，這個是因為一個係給製作單位伊來準備的，就是老師講提了一個東西，然後我來去給他做啦，因為模仿圖像實用欣賞做。可是這個跟你點的有一樣嗎？呀吼，我講的係七前菜炒卵酒，我哋係呢冰酒，係邊呢像糖樣的，哈？卵係卵酒嘛吼，佢還蠻煎，因為也煎過的，所以佢就會變凝固的咩。加吼，加時係就講卵打落去以後呢，等佢一下差唔多帶下有凝固的，係嗰個就冰酒，吼就讓佢變過了，所以呢佢會帶糖安尼。係哦，原來就冇看過咧。因為從細食到大。嗰時候係媽媽會做飯嘅。係。從細年都開始有煮嘅哦。係哦。當然細我誒，唔喜歡啦。嗰時候媽媽就會煮兩種，一個就係細我食咧，那個一個小孩版煮誒，就幾時來食？我還是過腦期檢查的。係哦。因為米線過重啊，我本身就唔好呢。我本身就過好。哎呀，我本身就從細就好。而且老師還有啥？去檢查被米線。去檢查被紫米。去檢查個紫米。但佢本用嚟教書，我想為去檢查下藝術國誒。嗰種是什麼鄉愁啊？鄉愁而用白去面對呀，所以呢，我嗰樣時代到晚堂他，有擺媽媽就來，家己種咧去檢查，就佢就摘一包來，講我去個種咧有，所以呢佢就去摘，摘了以後煮呀去檢查炒卵酒，我突然就想過來講，也係啊，吼療癒鄉愁的一帖偏方啊。這種也安尼個唔單止係阿妹個吼米食，係故鄉的米食，嘛係土地的米食，也係大自然的米食，也係文化的一種米食。佢當然嗰樣是係吃到講，因為去檢查，佢全部係配角。金咩主角，金咩主角，冇像乜個雞盤啊、芻的，吊菜的，比方個雞皮的去檢查，或者我感受到就像當客家的婦人家樣的，當下係明明就按創業，唔過呢，當下啲文化度吼，啲文化度吼，全部都
變得屁股樣嘅，係，哦，所以我講我請我寫一首一種自家嘅一種安魂曲，好，因為西方人傳統嘅西方人一定會理解，咁嗰種我就知道講，西方人當像注定就係一世人當像所謂流通樣嘅安尼，係，哦，也係像客家人一樣，因為喺度客家不斷的前世高長度方，嘛青島產生喺度文化嘅多元嘅安尼個面向，甚至有人講，哦也是個客家啦、猶太啦，哦，係也是個變得當像那個兒童嘅民族樣嘅呀，哦，就像喺度客家要嘛個死可以太平安，按都會強調，就會認真去到一個所在，融合到在地嘅語言文化也得。所以形成呢，嚇一種雖然係客家，不過呢多多少少係呢有差別。之前插喺過好嘅代表，因為將人呢喺睇過鄉下嘅地方誒，冇人睇埋之前插咧。哦，陸下都會有種，然後話就係愛都可以，你去播雜技片嘅，睇假如果有喎，不過又係屁股呢，屁股搞唔做嘛種咯。有個重要哦，對。安老師，有嗰度嘅歌誒，都同土地歌有關，咩同女性歌有關。對，嗰種自家女性意識嘅，嗰係有覺醒嘅一個歌唱嚇，嗰係乜個時節開始嘅呀？當然啦，從細個下，知道媽媽做個千做萬做。嗰個呢，因為做係當無限，哦，所以對生意呢，安尼嘅關心啦、處理啦，叫做講較無按呢些啦，哦，較無按細膩，哦，甚至呢，就講知道，好像媽媽脾氣其實變化動態，哦，有時叫我，那個事情，所謂當我應變唔樣安尼，嗬。可能要知道我妹先快樂，樣板我媽媽係安樣哦，照顧我哋哦，所以呢，嗰樣是冇了解。各方面啊，這個做阿妹，甚至呢，去參與到誒度客家文化更加多嘅安尼嘅參與以後呢，我感受到講咗講客家嘅五行，一切就係變嚟講愛。作為嘅生產者，唔但止我生產救生人咧，唔行我按樣板去為一隻木卡去爭取更加多嘅資源。咁嗰種係就感覺五行係啊，傳統嘅五行有佢自家束縛嘅一種條件啦，嚇，所以使之佢也就冇辦法。當像做得自由嘅做出價，錢也做唔到用，我把佢做全部生意咯。咁當然都我都也一邊認真做得書教育，甚至呢，偷偷太好研究所把佢全部不卡也願意提供安尼嘅資源，咁嗰時也都透過無論係知識也係講生活。嗰種自由度啊，所以就打開嘅，咁打開以後當然就講，然後其他嘅傳統嘅媽媽阿婆也就也一邊那樣擺去看佢，可能有時冇辦法去理解佢啊，就做乜嘅話案呢？其實我進入以後，唔使我理解過，佢就開嘅擺也膽頭。係非常重嘅，甚至佢啊就對設家嘅嗰種壓迫，某一個程度係壓迫，我要求設家清高，所以變成一種壓力。各方面理解以後呢，我天天呢就知道講應該對媽媽佢喜歡食啲東西，佢喜歡糖也係講喜歡做嘅事情應該我幫佢
有很加多的一種感受到講這種關係，這種支持。假使大家有看過實用欣賞表演，吼，像唐人創國的都底，就會感覺過自以為這種，如果後期講，應該不是本來就長這樣吧，吼。你剛剛我們給馬克時間有歸台歸變，你有被你自己演出的狀態有嚇到過嗎？就是你怎麼會變這樣？然後你有想過，俺認為馬克時間開始有安尼歸台轉變呢？其實像這吼，我一直係其實係當馬秀的，吼。因為可能對中文系文藝少女的刻板印象差不多亂的啦吼。咁唔講定就是當奇怪，從細到大哦，就一直啲辦吼，一定要推薦馬個妝，要做馬個妝，安尼吼。我幫你先導，係啊，我幫你先導啊。音樂課唔是講大擺新的歌嘅欣賞，一定要喊來。起來唱本大家哦，甚至要做自肥呀，嘛個吼。所以啊，那個過程就像這樣子，我也冇想到講，我年過40以後，係透過音樂創作去分享，去老爺師嘅對。加上因研究以前都點下伊。係，阿寶牙係研究以後。係，其實太好家下也係啦，唱嘅校園民歌。不過以後呢，我真係我嘅吉他係耐氣嘅我都唔知啊，吼。到後面就係年過40歲以後，又在個當向音樂老愛沉轉來，自家嘅學法老愛沉轉來，所以呢也係當期呢嘅一個時刻啦，所以我非常非常嘅自家就吃到很感動，看到自家嘅阿妹花。自家嘅學法，讓我按講按特殊，這種感情的表達，也係意象的表達，主要自家親特殊的素材，所以呢，我用辦去留按你嘅特殊性，去留佢表達出來。嗰時候你嘅創作欲還喺嗰度？係啊，對我來講，就因創作係啊，對我來講，一筆加筆，冇做的創作，色彩。唔媽做的創作係新鮮哦。嗰時候就非常期待做實用欣賞，就搞一張咩如果本來呢非常好嘅創作。搞大家假使冇新生意談過實用欣賞創作，一定要把握。給現場係非常特別的，可能你會看到他光着腳唱歌，因為非常感謝實用欣賞同我哋分享很多奇妙的故事，多謝多謝，什麼意哦？我哋錄製係的呢，對呀，很難得，可是沒有煮那個沒有版本，係呀，冇救命咧，冇救命。要不然你煮哎？我們今天錄得很超時，那怎麼辦呢？滾剪接師傷腦筋，因為你應該風過實用欣賞壓敗，然後就會覺得大敗就以為來沒聽到，就會就要是兄朋友如果超時好像很多都會用演子軒，